为了宣传台南下个嘉年华，在地60几档的批革工会理干事拢到场，毛老师傅展现因的手工艺品相当丰富。该活动透过立委陈天辉向教育局争取经费，嘛伫议长郭新荣的支持，纳入灯会系列活动，要互民众亲身动手来填钱包，制作手机的配袋，感受台南这个工艺好功夫。而且现场打卡，也有百年老店所特制碰饼要来欣赏。来到这个地方，基本上他可以看到我们鞋业的亮点，然后尤其来到家，除了来洗以外，其实它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哪里好玩？待会我们有看到说我们很多的这个匠师啦，我们的老师傅我们的工艺师，现在以前因为现场我们有 DIY， 而且这个部分呢，这个是我们里长所做的镰刀带等下爱互伊来介绍一下啦那不止这个是他自己设计的镰刀带安尼你有正手有倒手不一样的所以我过来那个双刀流希望说大家如果到我们的这个协议嘉年华打卡，我们有个打卡点，打卡就送我们100年的碰饼台南的赞的碰饼这个是特制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有。做台南三线 AI 重镇应该在我们台南市，也在我们安南区啦。那这次包括陈天辉委员的话，当鼓励咱遮老摆头拢爱退休啊，恁都拢爱交第2代啊啦。少年咧上啊，常常就较无共款，但是也要传承嘛，就讲延续传统，不断向前。那我们就是往这个目标来前进，就原有的品牌、公司行号加以创新、加以创作，延续上一代的品味，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继续发扬光大。下业是传统产业，嘛是台南的代表产业。如何了解台南手工这个历史，将老师傅的手艺传承，已经将属下业设计20档的大潭里长相当有感触。重点就是这手机袋，这手机袋这我拢总有教超过10种的手工方法，有超过10种。你要填这种工法都袂使，有好几种那个工法都不一样，缝的方式都不一样。我爱讲你爱填这种第2种方法，我教你安怎填。填天就是3个，所以这咱赛图都给人都这样咧填出来些。填天大家拢讲因为这个变成感到了，靠鬼公司我感觉非常有那个成就感，所以这也吸引到在那边很多人可以参与。重点是，我们目的是让很多人知道我们台南区的老师傅真是无简单。3月7号到10号国庆连假期间，邀请大家来议会看会展，参与难得的下个展览。台南的赞。台南新闻顾文吉、林英庚采访报道。